南新营的济安宫寄付20万，要互新营13间国中、国小的清寒学生来做8月份的食饭钱，互囡仔很热，嘛袂枵巴肚。 即摆是休热，学生虽无免上课，毋过同款需要食饭。教育局嘛变相关预算，互经济较无好的学生，伫咧休热会当食饱。不过市议员蔡玉辉认为，教育局的一顿餐费无够，伊用新营济安宫主义的身份，运用庙方的经费来帮助新营区的各中小学有需要的学生。他拢出20万，差不多一人一顿会当加20块啦吼。即摆教育局提供一顿60块的补助。 加上济安宫的协助，互学生每一顿有80块的费用会当食。教育局马上感谢曾福英，代表市长甲济安宫说多谢。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吃得更好，吃得更营养。透过济安宫协助新营区的囡仔，蔡议员嘛好有北京庙会当斗相共协助地方学生，互因会当安心生活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